新段位 capital 958上車病毒，現在是批令報告簡要新聞。東北區居民要成年27號起，只要必須在路經風系統通訊，就能夠享受警察車主優惠。例如交通管理局宣布，在辦理在路7點30分之前，或者在9點到9點45分之間，要東北地鐵上鳳凰站到高雄站之間嘅綠葉地鐵站，以及成根鳳凰輕軌嘅1號車站檢查。後續通車屬免費，乘客無需要提出申請，只要使用動用嘅交通卡或者付款方式進出地鐵站，就能夠主動享有優惠。帶有860號家庭總在新運作項目下，期待展示價值高達4500元嘅家具跟服飾用品，以改善低收入家庭嘅居住環境，更好嘅接替呢樣嘅新興行動跟發展。至於由於培育輔助嘅協跟移民行動中，社區基金會聯合推出嘅新運作項目，為期3年，總到地超過41萬元幫助有需要嘅家庭。警方提醒公眾，唔能對啲社交媒體直播間嘅險惡挑戰，跟電子商務詐騙款託。由今年8月以來，當局已經接獲最少43起通報，受害人損失最少16萬元。警方與衛生科學局聯合展開執法行動，當會屬於跨境電子煙團夥逮捕成年人，其後取得超過56萬元嘅電子煙以及培養。雙方在聯合公告中表示，至於跨境電子煙團夥由馬來西亞非法進口電子煙，在多馬區本地居民落案嘅成年名嫌犯，實現持有以及販售電子煙，所能被控訴法定。對於政府機構在我國海陸空關卡展開為期數個禮拜嘅聯合執法行動，打擊跨境走私以及違反現金申報規定等等違法行為，個人96人被罰。中國著名物理學家、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，經辦在北京考試，去年1803歲。楊振寧1900年出生安徽合肥，上世紀40年代赴美國留學研究。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。台灣前立法委員陳立文當選國民黨主席，國民黨所望舉行主席選舉。陳立文在勝選之後表示，依賴重視國民黨安全、安定、安康，成為台灣人加分培育嘅依靠。簡要新聞報告完了。